各位長者、護老者，大家好啊！又到咗靜聽我心護老者訪談呢個節目啦。今集呢，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下長者失眠呢個話題喎。唔少長者呢係受到失眠呢個問題困擾噶，佢哋呢係好難入睡，亦都好容易醒，甚至呢係徹夜難眠噶。呢啲情況呢都係好普遍，長者會發生喎。而咁樣呢，長遠係影響咗長者嘅身心健康噶。根據早前呢中文大學一個研究顯示，超過70%70歲以上嘅長者呢認為自己有睡眠嘅問題，而當中呢有近30%嘅長者呢更加認為自己係有失眠嘅情況噶。另外，女士呢同埋有長期病患嘅長者呢，亦都有較高嘅失眠嘅機會噶噃。咁長者睡眠障礙究竟嘅成因係啲乜嘢呢？主要係有3方面。生理方面呢，就係隨住年紀嘅增長啦，身體呢會減少褪黑激素嘅分泌喎。褪黑激素主要係負責調節呢生理嘅時鐘，因此呢長者嘅生理時鐘呢都會被到打亂噶。另外呢，部分嘅長者呢長期呢受到痛症啦，或者尿頻等等嘅問題影響嘅喎，呢啲呢因素呢都會影響睡眠嘅質素噶。另外呢，喺心理方面啦，有啲長者呢可能因為呢情緒困擾啦，或者精神病患呢係導致難以入睡，甚至呢睡眠不安穩個噃。最後呢，就係生活習慣方面啦，好多長者呢喺退休之後呢就留喺屋企，冇一個規律嘅生活習慣喎。白天呢就百無聊賴啦，有陣時會瞌下眼瞓，而日間呢因為瞓得太多，自然呢夜晚就瞓唔着啦。有關如何去預防失眠同埋改善失眠狀況呢，我哋呢已經揾到相關嘅資料。我哋刊登咗呢啲資料呢喺2025年6至7月月刊裏邊嘅晚晴報報專欄裏邊噶。各位呢，如果收到呢新一期嘅月刊呢，亦都可以返去慢慢咁細看噶。而今集呢，我哋呢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呢同失眠有關所帶出嚟嘅照顧問題，同埋相關嘅精神健康問題嘅故事噃。事件呢係一位長者啦，同埋佢護老者呢，同埋佢屋企人一啲嘅照顧嘅真實故事嚟嘅。有位84歲嘅李婆婆，近呢2年嚟呢都有失眠嘅問題喎，即係呢長者好常見嘅難以入睡啦，好容易醒，醒咗之後呢亦都好難瞓返着嘅。李婆婆呢就係呢種情況啦，加上呢近1年呢佢先生呢因為病患啦入住安老院舍喎，屋企呢就只係得佢一個。屋企人呢以為係咪因為寂寞或者怕黑而因而令到佢失眠呢？其實呢佢有一個已婚嘅大女，因為呢個緣故呢經常留喺呢李婆婆屋企照顧佢嘅起居。然而呢個情況並未有因為大女去留宿呢而有改善喎。李婆婆呢近年嚟嘅情況呢就越嚟越差，就算呢大女呢留宿喺家中啦，咁仍然呢係徹夜難眠喎。好多時候呢都緊閉住眼睛去等到天光噶，直至到清晨先至會小睡片刻嘅。日間嘅時候，李婆婆呢都冇午睡嘅習慣喎，淨係喺梳化裏邊呢瞌下眼瞓咁樣噶。呢個情況令到呢本身呢有早期呢認知問題嘅李婆婆呢情況越嚟越差喎，情緒呢都開始受到影響啦。間中呢喺傍晚嘅時分呢就打電話俾阿女喎。咁你話俾阿女聽呢，自己心情好煩啦，突然間個心好亂啦，有陣時呢自己唔知點解好唔開心，唔知自己想點樣咁樣喎。咁呢仔女呢起初呢嘅時候呢諗住帶下婆婆呢去做一啲開心嘅事情啦，例如去下旅行啊，周日呢搞啲嘅家庭活動，希望令佢開心一下噶。另外仔女呢亦都會接院舍嘅爸爸呢，每個星期都出嚟飲下茶。兒孫呢亦都差唔多呢，每一個禮拜呢都返嚟呢屋企呢去短住1晚個噃，希望呢咁樣係可以李婆婆呢可以開心一下噶。大家人咁樣做呢，李婆婆嘅情況呢都冇好好咁改善喎，佢嘅思緒呢越嚟越混亂啦，記憶力呢都好似呢越嚟越下降喎。李婆婆呢嘅2女啦同埋細仔呢，因為各有家庭啦同埋子女要照顧，對於李婆婆呢失眠嘅問題呢，仲未發現得好嚴重喎。大女因為經常留宿，見到李婆婆呢各樣嘅精神狀況開始轉差，於是呢決定呢帶李婆婆呢經由普通科門診啦，轉介到呢地區嘅分科診所作精神評估狀況喎。護士經過初步嘅評估之後，轉介咗婆婆呢參加一啲正向心理嘅活動啦。事情呢又咁樣過咗半年喎，但係呢李婆婆嘅情況呢冇顯著嘅改善喎。
其後啦，大女咧經朋友介紹，揾到一個私家嘅精神科醫生，希望咧跟進媽媽嘅情況。但係咧，二女咧聽到咧要見精神科醫生時候咧，就表示反對喎，叫家姐咧唔好四處咧帶媽媽去睇醫生，因為怕服用咗精神科藥物之後咧就好難斷尾。建議咧係用溫和嘅中醫去治理嘅噃。而李婆婆佢本人咧亦都咧對精神科咧感到抗拒㗎。佢認為咧係黐線嘅人咧先至去睇嘅。大女咧受到多方面嘅反對咧，直到有一日，李婆婆同丈夫同埋兩個女兒咧一齊去飲茶嘅時候，李婆婆咧突然間表示咧乜嘢都唔想食喎，情緒一度非常之低落。佢表示到連攞碗筷嘅力氣咧都冇喎。大女呢見情況咧非常之嚴重喎，提早去致電私家嘅精神科醫生求診㗎。經精神科醫生咧詳細咁了解婆婆嘅背景同埋症狀之後咧，最終咧診斷咧李婆婆咧係有輕微嘅抑鬱症㗎。其後李婆婆服用咗精神科醫生處方嘅藥物，當中咧亦都有覆診啦，調校咗啲藥物嘅分量。而家咧佢變得咧瞓得好好啦，一覺瞓到天光，心情咧亦都大大咁改善喎。當然啦，李婆婆亦都聽從醫生嘅指引啦，多啲去長者中心參加活動，令到自己咧有適當嘅社交活動。李婆婆咧而家咧亦都開放咗心情啦，同朋友咧一齊參加短線嘅旅行，心情咧大大得到改善喎。好啦，聽完李婆婆嘅故事，其實咧背後咧有多方面嘅問題值得我哋去討論嘅噃。例如失眠咧並唔係瞓唔好咁簡單喎，佢同情緒病，例如抑鬱症同埋認知障礙係好有關係嘅。有研究顯示，失眠問題嘅人士咧，佢患上抑鬱症或者焦慮症嘅風險咧，係較冇呢啲問題嘅人士咧高出10倍至17倍嘅噃。睡眠咧係傳養住精神嘅必要條件㗎，唔單止咧隔絕外界環境嘅刺激，亦都係咧對修復咧身體咧以維持認知功能咧嘅重要元素嚟㗎。喺一個由淺入深嘅睡眠週期當中咧，深層睡眠嘅週期咧係佔當中嘅1/4時間。如果咧長者咧喺睡眠嘅時間係有6小時嘅話，深層嘅睡眠週期咧就佔當中嘅90分鐘時間。深層睡眠週期咧作為修復身體嘅重要一環喎，亦都係有鞏固記憶嘅作用㗎。將我哋記憶嘅事情轉化成長期記憶嘅功能。換句說話嚟講呢，一旦呢出現失眠嘅情況，例如就寢30分鐘以上呢，亦都冇辦法入睡，徹夜難眠，或者喺深夜之中呢好快就瞓醒，呢啲呢都代表呢冇辦法呢係進入深層嘅睡眠週期㗎。咁樣呢記憶力呢自然會變得更差㗎。另一方面，當睡眠質素欠佳嘅時候咧，腦裏邊咧會釋放咗一種蛋白質，呢種蛋白質嘅名咧叫做澱粉樣蛋白喎。而呢種蛋白咧會累積成為斑塊，而呢啲斑塊咧會成日喺一啲認知障礙症患者嘅腦裏邊會見到喎。例如咧阿茲海默症患者咧嘅腦細胞裏邊咧都會殘留咗呢一種斑塊㗎。而研究顯示咧，呢啲澱粉樣蛋白質嘅累積咧，不單止進一步影響咗睡眠嘅質素啦，更加係會形成惡性循環，係會令長者嘅認知功能提早退化，最後尾演變成認知障礙症㗎。李婆婆嘅故事亦都隱藏咗第二個問題喎，就係同住嘅家人啦，同埋非同住嘅家人嘅照顧爭論㗎。好多時候，同住嘅照顧者對於長者嘅日常生活啦、習慣嘅變化啦，都有較仔細嘅觀察嘅。大女佢留意到媽媽嘅情緒變化啦，平日可以做到嘅時候而家都做唔到啦。其他嘅子女可能未必留意到呢啲細節喎，而且唔同住嘅仔女有時候未必係好上心咁跟進。記得二女曾經講過，係希望去用中藥去治療㗎。中醫師可能需要時間去慢慢調理，而且唔同嘅醫師處方嘅藥物都有好唔同。對於出現急性情緒變化嘅李婆婆嚟講可能未必可以即時處理到嘅。然而大女更加清楚媽媽嘅性格，媽媽嘅性格未必有恆心去多次面見中醫師，逐漸咁調教藥方㗎。最後尾可能令到病情一拖再拖。
所以咧，子女之間咧應該了解長者嘅生活狀況啦、習性啦，尤其咧同住嘅照顧者咧，可能佢嘅感受係最真實嘅。而子女之間咧，亦都要多尊重、細心去商討有關長者嘅照顧方案㗎。另外，第三方面嘅探討問題咧，就係對於精神科嘅誤解啦。記得咧，兒女咧係好反對咧見精神科醫生，因為咧怕服用咗精神科藥物咧係好難斷尾㗎。而你婆婆咧更加表示咧係一啲咧有黐線嘅問題咧嘅人咧先至去睇精神科㗎。其實及早得到專業嘅判斷，對症下藥，由精神科醫生處方適當嘅藥物去處理失眠同埋情緒問題咧係非常之重要㗎噃，以免咧因為失眠咧而令到咧認知障礙加劇㗎。諱疾忌醫咧，只會令咧認知障礙症患者咧係延誤治療嘅，而不知不覺間咧就已經到中晚期嘅狀況先察覺喎，到時咧就難以彌補噶啦。嗱，呢個故事當中咧，幸好你婆婆咧個大女咧作出果斷同埋正確嘅決定，及早咧處理你婆婆咧失眠呢個問題，先至可以咧令到你婆婆咧個狀況咧冇進一步惡化喎。所以咧有陣時咧，我哋唔可以小看咧失眠咧係長者嘅常態喎，當中咧真係要細心同埋認真處理噶。其實講到預防腦退化症咧，唔一定咧靠打麻雀噶喎。星島頭條咧就有一則新聞咧係講到咧美國咧有一項新穎嘅研究指出，喺瞓覺之前咧做一件事咧係可以提升腦部嘅運作噶喎，係有助長者增加226%記憶力噶。呢項研究咧係有效咁預防咧患上咧腦退化啦，或者認知障礙症等等嘅疾病嘅。呢項研究係由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進行㗎。研究人員咧邀請咗43名年齡介乎60歲至到85歲嘅人士，佢哋咧全部咧都冇患上認知障礙症㗎噃。測試咧係持續半年嘅。研究人員咧為每一位人士啦派發咗香薰機。而且咧分成兩組㗎，一組咧係獲得玫瑰、金桔、尤加利、檸檬、薄荷、迷迭香以及薰衣草香味嘅精油嘅，而另一組咧係只係獲得微量嘅氣味劑同埋蒸餾水㗎。研究咧係需要持續6個月，喺瞓覺之前咧打開呢啲精油2小時嘅。喺6個月之後，研究人員咧為測試者咧進行一連串嘅記憶力測試，結果發現咧有香味精油嘅組別嘅記憶力咧係比起對照組，即係冇香味精油嘅人士咧係高出咗226%喎。研究人員咧發現咧長時間咧喺瞓前咧係聞到一啲香味精油咧係會令到腦部嘅左勾束咧運作較佳嘅。勾束咧係大腦裏邊咧一啲嘅白質纖維組成嘅，連接咧腦額葉啦、海馬體啦、杏仁體等等噶，係負責記憶啦、語言咧同埋情感功能嘅。所以咧呢項研究顯示咧，瞓覺前2小時咧係聞到咧呢一啲嘅香薰精油咧，係會令到咧記憶功能係有所提升噶。大家不妨可以試試啊！好啦，今集嘅靜聽我心咧護老者訪談咧又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咧會同大家咧發掘更多、探討更多有關照顧嘅問題啊！下一集再見，拜拜。